比起来，是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许过类似的愿望啊？我就有。疯狂吗？现在看来也不尽然，有很多方法翱翔天际。但让我觉得疯狂的是，我居然是在曼城凤林拥有我第一次轻航机初体验，慢慢挑战这刺激的运动，慢慢挑战自我的极限。嗨，教练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。我想来体验比上去嘅感觉。你看比哦，比样奇呢。哎呀，真紧哦，好啊，做对啦。填好保险资料是飞上天前最重要的环节之一，充足的准备也是玩得尽兴的必备条件。抓紧时间，教练勤前教育，我仔细聆听，也适时提问，毕竟安全无价。只是我在想，上了轻航机，我唯一管不住的是我的尖叫声吧。有一种要凌空飞跃的感觉。加油了，加油！戴口罩。好。这我们互相对讲。好。可以说悄悄话。好。OK。悄悄话。也许是我表面上看起来很镇定，教练一时兴起2次空中直落，做胆量测试，让我一开始就对轻航机体验留下深刻印象。但真的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比起来之后鸟瞰凤林的景致，这里是稻田，那儿是当季的西瓜，远一些越过海岸山脉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。凤林在不同的高度，原来有着这么不同的样貌。低田荡烘鼻真的超嗨的，然后我觉得看什么都懂讲哦，超美丽的，成功！比起来。低田荡烘鼻，大树变小草，房子变积木，自己也变得渺小。一切念想有如缩时摄影，体会了天上一日，地上10年的天上人间。